繁華嘅城市，人來人往嘅街道，各種節奏好熟悉，係我哋熟悉嘅香港。當年幾蚊一串魚蛋，唔單止係交易，仲有一份人情味。密密麻麻嘅霓虹燈，照亮住我哋成長嘅街角。嗰陣時，一切都好簡單，但又充滿住溫度。而家只要手機輕輕一掃，就即時完成付款，方便到不得了。八達通嘟一聲就可以即時入閘，上到車帶你穿梭唔同嘅景點。喺商場入邊唔怕蕩失路，總有一部 Kiosk 系統喺你附近。利用 Kiosk 系統揾到戲院嘅位置，準備買飛入場睇戲。發現銀包冇晒現金，點算好啊？唔緊要，依家手機就係我哋嘅錢包，俾錢 Take it easy。定期上旅遊發展局網站留意最新嘅活動行程。唔識去都唔緊要，打開 call 車應用程式即時 call 車，點到點帶你暢遊每個景點，仲可以利用智慧科技查詢上車位置，帶我去上車嘅位置啊！繼續直行，轉右，直行到達上車位置，輕鬆到達上車位置。夜景依然咁靚，香港始終有佢獨特嘅味道。舊香港同新科技一樣有佢獨特嘅光芒，傳統創新並肩同行，呢個就係我哋嘅香港。